呢部 Lift Tone Premium 可以每日使用，幫你提升面部輪廓。佢嘅提拉效果顯著，有雙護理導頭隨你更換，將所需嘅導頭連接上，就會自動連接去所需嘅模式。EMS 微電流分別有4種波形、6檔強度可以俾你選擇。有2款護理導頭，分別係做面部同埋頭皮。導頭上有磁吸，好輕鬆就可以更換。換好之後會自動連接所需模式，你可以自行配上用開嘅精華液，再選擇適合自己嘅 EMS 波形，配合返提拉嘅手法，再加埋部機嘅功效。超聲波有效霧化精華液，有助皮膚吸收。EMS 電子脈衝可以加強刺激深層肌膚，令到肌膚更加緊緻。LED 紅光功能可以令到皮下細胞增生，達至抗皺去紋效果。仲有個 IPX7 防水功能，就算沖涼用都一樣冇問題。洗髮時或者洗髮後加上護髮精華，做埋頭皮護理。好多人做面部提拉效果唔夠明顯，其實仲有個關鍵係喺頭皮度。好多時我哋都會忽略咗頭頂鬆弛嘅位置，而家呢部 Lift Tone Premium 就可以幫你輕鬆逆轉機靈。做完護理照搽翻眼霜面霜，做翻你日常嘅保濕護膚就可以瞓覺咯。睇晒成個過程係咪覺得好簡單易用呢？每日只係用多你5分鐘時間，真係超方便好用。